平安。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来赞美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神的子民何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依山倒海信息，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神迹事。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又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依山倒海信息，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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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我们宣告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鼓掌赞美我们天上阿爸父，我们宣告他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在这里。请坐。求神带领我们在聚会当中，神的神迹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在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荣耀主奇妙的大恩，在每个家庭每一户人家的家里献上感谢。
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得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得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阿爸父神，感谢你，感谢你每一天为我们摆设的宴席，也在我们每一天都能看见主你在我们恩典施落恩典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献上感谢。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庞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恩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保
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大爱，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荣耀。主你的施教是无价之宝，你是我尊贵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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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你是配得我们来颂赞尊荣的主，你也是愿意为我们牺牲流出宝血，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洗净我们的罪。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是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拣选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要站在天父上帝跟人的当中，成为和好的管道。谢谢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也愿我们透过我们来见证上帝你的恩典，主你的怜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得着你的怜悯。我们要向人诉说你的荣耀，诉说你的慈爱，诉说你的信实。谢谢主，透过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见证神你在他们生命当中如何经历遇见你，领受你的恩典。你是使无变有的，你是让他们在苦难中能够得医治得释放的，你是让他们能够在忧伤痛苦当中能够得着安慰的。谢谢主，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真理释放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你带领你的仆人翁瑞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也能够透过他的分享帮助我们好好的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也能够在敬拜当中能够看见神你的荣耀，看见神你的宝座设立，叫我们有信心来呼求你，叫我们来亲近你，叫我们来渴慕你，如同入切慕溪水一样。谢谢主，今天晚上的敬拜愿你悦纳，
今天晚上恳求你赐下你的话语，也透过我们的祈求、感恩、代祷，让你的恩典降下，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再一次要见证神，你是那与我们同在，你是那垂听我们祷告的神。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然后再把时间交给欧牧我们一起来读诗篇66篇的第1到第2节，一起来。全地都当向上帝欢呼，当歌颂他名的荣耀，使赞美他的话大有荣耀。再一遍来，全地都当向上帝欢呼，当歌颂他名的荣耀，使赞美他的话大有荣耀。愿主诗篇66篇1到2节愿主的话语能够存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这时候邀请欧牧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谢谢牧师。所有的牧师、师母、长子、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呢分享神的话语，也能够再次的见到大家哈。大家好吗？应该都很好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所以今天分享的这整个的经文很简单，就诗篇66呢，第66章1到2节。我知道今天晚上呢是见证之夜，大家能够来分享这整个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最基本的定义，什么叫做见证？尤其是属灵生命的见证。所以见证呢，最基本就是呢，当你我在分享见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反映上帝呢在你我的生命的里程。尤其是我们与上帝的信心之旅，那你我的信心到底在哪里？那么就透过呢我们在分享见证的过程当中呢，反映出来神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在哪里？那么也同时呢反映出来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在哪里？所以见证好还是不好？好。所以当你我能够呢愿意的来分享见证呢，表示你我的生命呢完完全全跟上帝呢走在一起，而且在整个呢里程的过程当中，乃是个信心的里程，而且也反映出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到哪一个地步。当你我愿意呢来分享这整个见证呢，把这荣耀归给上帝，阿们。我们在唱诗歌的当中呢很棒的诗歌荣耀。我们都知道神的荣耀是根本不能够与人分享的，所以跟你左右旁边讲，不能够拿神的荣耀我们根本不能够拿神的荣耀，不能够，因为神的荣耀是完完全全属神的。当你我呢跟上帝争荣耀的时候呢，这生命是出了很大的问题。请问你圣经里面呢，谁跟上帝争荣耀？撒旦。完完全全他就在跟上帝争荣耀，他要比上帝更高一等。你敢吗？很多人都摇头，对吗？你敢吗？我们都不敢，我们想都不敢想，怎么能够呢跟上帝争荣耀？因为荣耀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是上帝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争？当你我呢在跟上帝呢在争的过程当中，你说我没有，可是当你我的生命呢要成为那上帝的上帝，那么就是错了。所以荣耀永远归给上帝。所以撒旦呢，他以为他能够战胜上帝，因为呢他要做那主导权。所以真正的主导权是谁的？上帝。所以我们必须记住，所以呢神带领我们的生命，神掌管我们的生命，一样的整个教会呢也是属于上帝的，是上帝带领的。所以我们任何人想掌管到个地步呢，或者带领，必须知道是神给的属灵的权柄。阿们。所以当你我呢在这整个见证之夜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回到主啊你的见证，我们来分享你的见证，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么今天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呢，记住在分享见证的过程当中呢，见证里面呢就完全吸引了天使的同在，神的同在，天使的同在。
那么你我的生命呢，就活在神的同在跟神的荣耀的当中。因为分享见证呢，就完完全全的给上帝这整个颂赞，给上帝这整个呢见证。所以今天我选的这整个经文呢，全地都向上帝来欢呼，因为你我都是上帝所造之物，而且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物，所以我们必须呢，完完全全向这位上帝欢呼，不是向人。不必的，我们是向着这位上帝。当你我的生命呢，是向着这位上帝呢，来欢呼，来歌颂他的名的荣耀，不是歌颂任何一个人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我的生命呢，想得着这整个歌颂，想得着这整个荣耀，我们就活在罪的当中了，无形中、无意中就跌进去了，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够跟他争夺。所以在这里呢，全地、全世界、全宇宙万物，那表示呢，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我们必须怎样？完完全全归向他。所以我们必须向上帝欢呼，而不向金钱欢呼，也不向人欢呼，也不向我们的事业来欢呼。所以当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记住呢，这分享呢是上帝居首位。神给的这整个事业，神给的教会，神给的生命，神的供应，所以欢呼呢是向着上帝，唯一的，没有任何人。阿们。如果我们生命中呢向我们的事业来欢呼的话呢，事业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了。如果我们向自己来欢呼的话呢，我们就成为那偶像了。那我们都知道，偶像呢在神的眼中是根本怎样 ？No， 不能够的。所以歌颂他名的荣耀。今天我们站在那任何一个角度，站在哪里也好，我们必须呢永远在心中呢歌颂的是神你的名，高举的是神的名。当你我能够高举神的名的时候呢，就业告诉我们，当你我高举神的名的时候呢，我们就吸引万民怎样归向你，对吗？也就吸引万民归向他。所以这很重要的。当你我的生命能够说，主啊，我们不只是向你欢呼，我们歌颂了上帝你的名的荣耀。当我们高举这位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吸引万民归向这位上帝。那么荣耀永远归给上帝。那么你的生命呢，就活在神的喜悦的当中。因为你我根本不能够抢夺神的荣耀，你我的生命，你我的名字不能够高举超越我们这位上帝。阿们。所以我们必须要牢牢记住，不论我们多成功的好啊，在这世上做的多好都好，我们要夸的永远都是这位上帝。所以用赞美的言语，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开口来分享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如果你不开口不赞美的话，谁能够知道我们这位上帝是多么的棒，是多么的好？所以你我的生命呢，必须赞美。赞美的言语，所以言语呢，今天我们开启口呢，我们是分享，我们是鼓励。所以赞美的言语呢，永远都是讨神喜悦的，因为在赞美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赞美的是上帝，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呢分享见证。分享见证就是分享你我的生命，通过你的见证，我就知道你的生命在哪里。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呢看呢各种各样的书，是很好。如果今天你看的书本呢总是在讲别人生命的见证，那就出问题了。所以我每次说呢，当你在看书本讲到别人的生命的见证，棒，阿们。那么你必须跟上帝说，主啊，让这我的生命也能够写在这版本的上面，那才是真正有意义。阿们。因为你的生命呢遇见了这位上帝，当你遇见了这位上帝呢，你的生命呢是不一样了。你的生命呢是以上帝以中心，上帝是你生命中的中心点。那么你给荣耀，你开启口呢，你的话语呢是怎样的话语？他说用赞美的言语呢，将他的荣耀发明出来，就是说让上帝的这整个荣耀完完全全彰显，通过你我的话语。所以你我的话语呢，真正呢属于健康的话语呢，我们应该呢讲出来的话语都是造就人的，都是安慰人的，都是鼓励人的。阿们。所以造就、安慰、鼓励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在造就、安慰、鼓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回到说，主啊，让我的言语呢都是在赞美我的上帝，不论我是在怎样的一个状况，在逆境也好，在顺境也好，在这高山也好，在低谷也好，主，我们要赞美你。
那我开启口呢，都是赞美赞美的，因为在赞美的言语的当中呢，让上帝的荣耀完完全全的彰显在这世上。因为呢，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世上呢，神就通过你我的生命呢，知道这位上帝，而且呢，他们就被这位上帝呢吸引了，他们就来信这位上帝，而且开始呢，生命开始转化了。所以，一个真正呢有生命的基督徒呢，是有见证的。阿们。所以在我教会里面呢，我在这整个七步骤里面，在教课的过程当中呢，那是大概呢是1个月前。所以5月呢，5月我就宣告，让教会呢进入这整个活在神迹奇事的当中。所以5月呢，这整个主题在我的教会呢叫做奇迹 （miracle）。所以我通过每个看着我，他说：“牧师，你肯定 ？”I say yes, miracle。我们就写了，就大打这整个广告，这整个呢信息都是奇迹的信息。所以呢，这整个的奇迹的信息呢，一上来的话呢，哇！让我告诉你。记住，当你宣告神的奇迹，因为你都知道奇迹就能从神而来，奇迹就是在不可能的状况之下呢能够成就，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做，人是根本做不到的，可是神能够。所以当你活在呢，你我活在一个不可能的状况之下呢，一定要仰望上帝，说主，让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不可能的当中，那就是奇迹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在这整个第1个礼拜，我们就宣告，这讲道呢，我们就讲了，开始在讲的过程的当中，就讲完到了礼拜六，我们我们礼拜六有一堂聚会，5点到6点半，那结束了，我们回到家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我就接到一个简讯，我们的家宝传道就简讯他说，牧师，事情发生了，我说你一个电话给我谈一下比较好，那你简讯来简讯去，天亮了。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们教会呢有对夫妻这对夫妻呢才刚信主不久，所以他们就每个礼拜来教会，可是刚刚信主不久，所以夫妻呢也进入小组，可是夫妻呢总是吵而且我们也没有完全认识这对夫妻，可是来了小组，他有3个孩子，最大的是9岁，第2个呢5岁，第3个呢就是一个小妹妹，那才呢2岁最多3岁很乖的、很乖巧的这整个孩子，他就在这整个夫妻就说：“哎呀，妈妈还在，就让妈妈照顾这3个孙子吧。”夫妻就说：“我们就吃个饭，因为妈妈明天就要回中国，那么夫妻就跑去吃个饭。那么把3个孩子呢给妈妈还有女佣在带的过程当中，那么老妈妈呢就带着孙女抱着孙女，那么女佣呢就拉着这整个5岁的，我叫做帅帅他的名字叫帅帅。所以好帅的一个，虽然是5岁，可是他就是台语所说的一粒鸡小小的这样个子，矮矮的，可是就长得好帅所以我们就叫他帅帅。所以这帅帅的小男生呢，女佣就拉着他，所以呢女佣就拉着他过马路，所以小帅过了马路，他转过来看，奶奶还在对面，他就叫奶奶奶奶，可是奶奶带着妹妹都是慢慢的在走。所以他受不了了，他说：“为什么奶奶没有来？”他就甩开他的女佣的手，就过这个马路，就过这个马路。他过到一半呢，可能女佣把他教吧，他又跑回去。就在跑回去的过程当中呢，过这个马路的时候呢，就一辆我们的新加坡的巴士呢是双层的，你可以想象双层是多么的高，而且是多么的重，多么的大。这整个双层巴士就看到这帅帅过马路就放慢了。因为小孩子过马路而且在晚上7点多，然后看那个小银子他就放慢了。可是他想都没有想到，帅帅跑回去，同样的跑进一半，再跑回去。可是这辆巴士呢已经加速了，恐怖吗？你可以想象吗？这情景你可以想到这整个的剧院里面呢，谁跟谁在打架？你想到这整个画面吗？大卫跟谁？跟歌利亚对吗？小小的、大大的，就这样砰窜下去了。所以奶奶吓坏了，工人也吓坏了，所以救伤车就来了，救护车就把他送进去。所以我的电话就响了，他说牧师出事了。我说讲清楚，不是牧师出事了。有时候我们讲话都讲太快，牧师出事了。我说呢，谁出事了？所以帅帅，好，我说。我跟家宝，我的传道就说你赶紧跑进去，因为牧师已经有点开始生病了，所以我不能够进，因为医院我会传染。我说明天我还有这整个聚会你就进去，他就进了。
他说就随时都报告，帅帅的整个头颅凹进去，这整个凹进去。所以医生说呢，马上动手术，因为整个脑可能震荡，脑细胞可能会被伤害的。如果你明白脑细胞的话呢，就是死了就是死了，不会再生的脑细胞，那你就是成为白痴了啊！所以医生就马上动这个手术，这是头的。那么医生说呢，必须看他整个身体的这整个内脏到底呢有没有被伤害，而且呢，这孩子呢被照 CT scan 一进去的时候呢，他这里的整个骨呢完全脆了。所以医生就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头颅就马上开起来了。好，一开起来的话呢，他说这小孩呢只有轻微的脑震荡，这样大量的巴士穿下去，他说很惊讶，轻微的，而且这整个头颅呢已经是怎样凹进去，就把它打出来，把它放回来。怎么做你不要问我，因为我不是医生。好，可是我可以想这个画面，我就觉得然后。就把他打回了。这整个呢，我只看到在医院的照片，就是包了一大包，他的头呢是小小的小男生，包了整个一大包在这里。所以我的传道跟我说，牧师，这个是打回去的，就这样包住。那么就继续为他祷告，因为呢这样一个做这小孩呢就昏迷了，就在这整个昏迷的当中不能够醒过来，因为呢在昏迷的当中，不然的话这孩子醒过来是会痛到不行的啊。所以医生说给他睡觉。那可是，在过程当中又不能够睡，因为他必须知道他的内脏有没有出问题，对不对？所以就把他呢去照了一下，他说：“哇，所有的内脏完全在对的位置，而且没有被伤害到。”阿们，你想都不可以想到。他说最多就在整个这里的骨呢就脆了，那么这是个小手术，把它开起来接就还好，比起你的头，比起你的内脏。所以整个呢是真的很恐怖，所以帅帅就这样被动了手术呢，而且就在医院里面呢，根本不能够醒过来，因为他醒过来呢，可能就拔这个痛到他已经不能够，所以就给他吃安眠药，给他睡觉，他一睡就睡几天，你懂吗？因为不能够醒过来，因为这整个疼痛太厉害了，父母呢就哭到不行了，因为尤其是爸爸很疼这个儿子。所以这个爸爸就受不了了。那妈妈呢？就还好，就是一个要强，一个哭，一个不能够哭了。所以夫妻呢就必须顶住。可是重点是什么？神的恩典永远够用。小组重要吗？小组很重要。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区长就马上开车去接他的，就是孩子的妈妈。那么小组的组员就马上进去，因为呢，只有呢爸爸一个人在整个医院里面已经是不行了，爸爸已经歇斯底里，因为看到孩子这样，所以呢，组员就进去呢，一个个轮流陪着他，一个呢就从7点就进去，7点多陪到8点，8点就9点，那另外一个呢就进来到11点，因为都是在这整个简讯里面，然后这整个区长下去，而且呢，传道也下去陪他们到呢1、2点。就在这整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呢，让这对夫妻呢再次仰望上帝，再次把焦点呢来到上帝说：“主啊，我要欢呼你，你能够欢呼吗？”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儿子在动这整个手术，在头颅的手术当中，你能够欢呼吗？你能够赞美他吗？你能够歌颂他吗？我感谢主是我的传道跟我的这整个区长凡是论是 IB 的，是他的区，所以他就下去呢为他们来做祷告，然后也叫他们鼓励他们，就祷告的过程当中，孩子就在这整个医院里面紧急室里面呢，就是睡了几天，所以夫妻呢就轮流下去，我们区长呢就轮流每个进去呢都会为呢孩子呢，你能够去为他祷告，我们都整个祷告，整个教会就进入呢为这帅帅来祷告，会前祷告，所有的代祷勇士呢，全面性呢，几百个都是在开始为帅帅、为这整个家庭来祷告。你可以想象，妈妈必须隔天飞回中国，看到自己的孙子这样，妈妈的心情怎样？而且这小女孩只有2岁，她看到这整个车祸，她回到家只跟妈妈说一句话：怕，因为她看到这一切，伤害深吗？很深。可是，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人看起来觉得这是不可能，怎么能够呢？这孩子能够活过来吗？这整个各种各样，可是，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专注上帝。最终呢，这位医生跟这对夫妻说，因为医生跟他说：“我相信，因为我们都在祷告，教会都在祷告。”医生说：“我相信你的上帝是真的。”这位医生他说怎么讲？
他说以帅帅这样的体积容量跟一辆大巴士来对比呢，讲白一点，应该当场就走了。可是你的孩子还能够存活，而且脑震荡这么轻微，而且整个呢器官呢都是原封不动，所以这叫做奇迹。他说呢，你的孩子真的活在奇迹的当中。你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你们祷告，为帅帅祷告，是真的摇动了上帝的手，让上帝完全的介入。他说你的孩子呢是完完全全在神的神迹里面呢活过来的。阿们，给上帝一个掌声。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这帅帅呢，就在这整个的父母的爱护之下，而且呢，也在这整个的祷告的当中。所以当帅帅醒过来的时候呢，不会讲话，他整个进入呢不可以讲话，他讲不出话来。他看到他的父母，他记得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可是呢，他开不了口，不可以讲话。我们说就祷告，在神的时间里面，让他开启口赞美上帝，让他开启口呢来歌颂神的荣耀，赞美的言语。最终帅帅呢开启口讲话的时候呢，第一句话呢就是叫爸爸。爸爸开心吗？很开心。虽然呢，爸爸说他讲的时候呢不清又不楚，可是他就是看着爸爸在喊着爸爸。他说不清楚，可是嘴巴开始在动了，有声音出来，就一步一步。然后最终呢，我接到的消息就是帅帅从急诊室呢转去普通病房，而且讲话越来越清楚，也能够呢看大家，也能够谁是谁，开始呢恢复到一个地步呢，就在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大概3个礼拜呢，我接到的消息是帅帅出院了。阿们。他说帅帅出院了。哇！我说主啊，你的恩典真的够，这叫做奇迹。在人看起来是不可能，在医生看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就3个礼拜里面他就出院了，而且出院了，整个家庭是要去我们的这整个家庭营，所以他们就买了这整个的订房了，什么都机票都买了，就是去家庭营。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说牧师，我们怎么能够去？他说我们就送给任何个弟兄姐妹要去吧，就一间房间呢，就一个姐妹2个姐妹就拿了，就剩了1间。那我们就说祷告吧，让上帝继续有奇迹在你的家庭。所以他就继续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他的大儿子确诊了。那么他把上海的妈妈就是妻子的妈妈从上海接过来，可是爸爸呢又生病了，然后爸爸也确诊了。爸爸已经年纪很大了。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说牧师怎么能够去家庭营？然后他说呢，我的大儿子呢发高烧确诊，那我的岳父呢就是在中国，可是呢妈妈已经来到这里，可是帅帅已经好起来了。帅帅说他也要去，我们去马来西亚，吉隆坡。帅帅说他也要去，可是呢不可以我们讲帅帅还是不能够去，还是要照顾的，所以爸爸就安抚。那爸爸就跟我说他的名字叫 Richard， 他说牧师你懂吗？我来这个家庭营是真的，我很期待，因为我知道上帝要在我的生命做工作，所以我很期待要来。可是呢，我真的想不到，明天就是要去家庭营，今天儿子发高烧，那一个各种各样。他说牧师，我已经到个地步，我都要崩溃了。我以为一件事过了，就一件事就好一点，结果又来了。他说我最终只能够呢赞美上帝，我最终只能够仰望上帝，坐在那里发呆哭了。我只能够仰望上帝。隔天，他说他起来，去不去对吗？他就去看孩子，量一量体温降了，再看一看，原来只剩一条线了。那岳父呢，在中国呢也好起来了，每样东西就在一夜之间，砰，翻转突破了。他说牧师，我跟我妻子带着我最小的女儿，我们来了。阿们。给上帝最棒的掌声吧。所以当你我的生命能够说主啊，让你我的生命能够呢永远呢都是见证又见证。所以这对夫妻呢就开始我听我的传道说呢，这对妻子呢这丈夫就开始问妻子说，什么叫做10亿奉献？他们住的就是我们新加坡所讲的，你们这里所讲的透天4层楼。我传道讲牧师，他屋子大到不行，因为他们去为他们做洁净祷告，
他说牧师，他们是高官的高官，他们他们是很有钱的人，可是有钱在上帝的面前没有敬畏上帝，没有给10亿奉献，没有走在神的心意。所以经过这整个事件呢，他就跟妻子说：“什么叫10亿奉献？我要给10亿奉献。”妻子说：“你早就应该给了。你懂？当你是高官，你赚了钱，你给10亿奉献，你会很心疼的，因为数字是很大的，明白吗？当你赚的是小钱，你给的时候，你说：‘哎呀，小钱。’可是当你赚的是算万的，那么你给的时候呢，你很心疼。可是今天你我是否能够到个地步说，主啊，我不必遇到这样的状况，我才给10亿奉献；我不必遇到这样的情形，我才能醒过来说，哇，我还是要尊荣上帝，我还是要赞美上帝。所以这位呢，这对夫妻来到我们的家庭营，在马来西亚哭了，跪在地上，跟上帝呢一致对齐，这整个生命呢完全不一样。他说：“我给，我顺服。”神的掌权，到时候让这生命成为呢见证又见证，阿们。所以上帝掌声再次给上帝吧。我把时间交还给牧师。好，我们感谢欧牧师再一次给我们很大的信心，让我们来颂赞主的名，让我们来歌颂神的荣耀啊！这时我们来进入那个见证哈，来，我们请我们的杨梅姐。伊准备一下告一个。牧师长老接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都歹势啦。拄仔要讨控，早上拄仔去用到耳朵啦，所以就慢一下，歹势。我要讲的，就是讲吼，有一天我要过马路，我就无行去斑马线嘛，我就走到迄个穿黄线的时阵吼，看正边，哎呀，哪会警察来啊？要安那？即声可能会甲我开单。但是尾后我想讲，要安那？无搁走倒转，家在无安那。上帝听甲我同在，感谢主，吼。我的朋友甲我同款，有一天伊嘛是无惊新年到啦，吼。警察讲，小姐，你的身份证摕出来，伊讲要创啥？伊讲你无惊新年到爱罚钱啦。伊讲好啦，我摕出来，伊就甲开单啦。所以我感觉讲吼，上帝吼足疼我，互我经过安尼，无互警察甲我开单啦吼。即摆我体会到上帝的疼，吼，我就认做伙甲伊讲，爱注重家己的性命，吼，爱遵守交通规则的安全啦，吼，感谢主，阿们。好，那我们第二位请郑坤兄来，郑坤。牧师、长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今天要说的见证就是说，因为在3、4月份的时候，听说，咱要做新的电梯，迄阵我脚长咧疼，退化性关节炎，脚都长咧疼，我就脚就踹咧等啊。就到主任说5月29号开始就要做那个换新电梯，旧电梯换新电梯这样子，然后我就要非常紧张啦，就一直祷告啊，怎么爬？从1楼要爬到7楼了，因为我每天要上去巡啊，我就一直爬，到要爬之前先祷告啊，主啊，我脚无法度行，要安怎？我就拉祈祷，就爬到3楼去，有影脚真疼，
到3楼的时候开始搁祈祷，爱爬到7楼，系啊，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是慢慢爬，就爬到7楼了，然后在教室啊看好了啊，然后要下来的时候，也是要祷告，从上面1楼到7楼上去到下来，总共28分钟。啊，这就上帝借这个机会哦，把我医治好了，然后我就我真的也不太会讲，就还蛮恭维，我就鼓起勇气了，一直爬了，不疼了，每天早晚各行1次了。第4天的时候，就不疼了哦，总共爬了20天，现在我的那个退化性关节炎已经好了，感谢主，真的感谢主，因为那时候我3、4月份的时候有去大兰那个骨科，医生说有去打针打2次啊，很痛，每1个礼拜去打1次，然后第3次说还要再打玻尿酸，1次2000块，要打3次，结果我还是后来这是真的是爬楼梯爬好的，感谢主，真的，真的很奇妙哦，然后这是免费的医治好了啦，因为圣经上我有说啊，拍门要甲你开，求的要互你安尼，个拍门要甲你开，求的要互你迄个佫一个啥物？吹要互你吹着，就是讲吼，还有1次哦。我真的这我有应验到了，真的，我现在已经20几天了，电梯已经做好了嘛，我现在都不会痛了，真的是很奇妙。然后这是求的要互你吼，这摆就讲吹要互你吹着，有一次就是礼拜6啦，礼拜6我要上来。要上来要宣告说话，要顺的时阵讲，我那迄罐锁匙拢放去啊，拢找无呢，我就开始就找啊，嘛拢找无，14个找拢找无，然后我就还是用求的，主啊，我明仔载吼礼拜天，我爱开教室，无锁匙好开，我要安怎？我就求啊，后来就。那时候，如果东西掉了，不要紧张，越紧张越找不到，然后就用祷告的，我就摸一摸，我这边有一个601的钥匙，我就到601，把那个大门打开，放在柜台上面，不知道谁放的，我不知道，刚好被我发现，真的感谢主，就这样拍门的要甲你开，求的要互你，安尼吹要互你吹着。谢谢，感谢主。好，阿坤哦，我有鼓励他了，多走路哈，走到不行再坐电梯呀哈。好了，儿子，好，那我们请秀恩姐来。牧师，各位弟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今仔日遮甲大家分享祈祷所带来的祝福啊！离阮大个边有一间做学校的团膳公司吼，我逐工伫遐经过，我就想讲，我哪会当伫遐上班？毋知有偌好，我就甲伊囥伫祈祷中。有一工无意中拍开报纸，伊要请人咧，但是伊有年龄的限制，我已经超过了，要安怎？祈祷啦，上帝，我真正足爱去遐上班啦。我就祈祷讲，恳求主带领我去遐应征会当顺利。真感谢主，我2月27去应征吼，228休困嘛。3月1号我就正式上班，感谢主。
真正是一份真好的工作啦！我伫迄个工作中，我感觉我做了真快乐。我伫迄个中间嘛学习真济。啊，佮上好的就是讲，暑假期间我可会当踮去南部帮阮爸爸办营业，真是上好的，感谢主。啊，因为工作的关系吼，阮的手爱出力，啊，伫我即骨头遮有破出一块骨头哦。啊，足疼！啊，我去看医生，医生甲我讲，啊，有必要的时阵可能是爱开刀啦。啊，但是咱无拢有会前的祈祷吼。啊，迄天读的经文就是讲，我敢若会记伊讲，伊医好你的骨头。啊，等牧师讲，啊，有需要带刀的人徛起来，这是我迫切所需要的啊！我就真啊徛起来，迄天是苏青为我祈祷。啊，因为之前我有讲，我暑假期间要去开刀，啊，所以讲要放暑假之前吼，阮同事就甲我问讲。因拢叫我学者，学者啊，你有要去开刀无？我讲，哦，我就讲，奇怪，真正是奇迹啦！啊，我抱出来骨头哪会无去啊啦？啊，已经好啊啦！啊，同事嘛看着讲，嘿啊，啊是安怎哪会安尼？我讲哦，感谢主，吼，阮就是一个礼拜中间吼会祈祷，吼啊，所以讲就是讲感谢主啦，学到主啦，真正是讲。伊是真实的主，伊拢知影咱的需要，伊的应允嘛是真好。啊，佮有一届佮较下，我是感觉讲，伊真正是感察人的心的主。拜六暗时落雨，我就是讲，气象佮报讲明仔载礼拜天佮落雨，我是讲，是不是讲，安尼明仔载毋爱去教会做礼拜好啦，大厝休一工。结果隔工8点外钟，阮就敲电话讲，啊，我有物件袂记你起来，你敢袂当帮我起来啦？所以讲就是讲，主就借着这个机会提出，甲我讲，咱袂当讲为着家己的需要无收主日啦。感谢主，伊拢知影我的欠亏甲软弱，做我一生的帮助，一切荣光归于主。谢谢。感谢咱小恩姐真好的分享吼，来，咱即马请佳音，佳音姐妹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然后就是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分享见证。那我主要分享的见证是，就是因为我爸爸就是去年4月的时候，他从教会回到家里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吃完午餐，然后就癫痫发作这样子。然后从那时候他就是有伤到脑袋，所以他就开始出现了失智的症状。然后最后是在去年8月的时候，就是正式确定说，就是医生诊断说是的确已经进入了失智这样子。那到现在也就是已经快满1年了这样。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爸爸的体力其实也是一直在慢慢的变得不好，然后在认知状态上也是开始会出现混乱。那我们就是想说，那我们就只好就是想说，就是反正当做带爸爸最后一趟，就是回妈妈的娘家这样子。然后妈妈娘家很远，就是在印尼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我们就因为他现在会慢慢的会忘记，譬如说像有一些教会会有时候可能跟我爸爸打招呼啊，或者是问他说，我是谁？就是我爸都认不太出来这样。然后有时候甚至是连我老公就是家平他也会忘记这样子，他就会说，这个是谁？是荣恩的同学吗？还是佳音的同学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们想说，就趁他的体力还 OK 的时候，我们就带他，或者是说就是对于这趟旅行可能还会留下一点记忆的时候，就带他回印尼这样子。那首先第一件事情要感谢上帝的安排，因为其实我们这一趟回去是蛮久的，就是我们去了1个月。那让我就是我的公司，我老板同意让我在印尼用远端工作的方式，就是跟大家在线上相聚这样，然后也就是让我透过电脑啊和网络，就是可以继续完成我的工作，然后也可以一边兼顾就是照顾爸爸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印尼的亲戚其实他们都非常体谅爸爸的身体状况，就是尤其是我的舅舅们，就是他们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包含说让我们可以去住在那边，然后或者是说帮忙带爸爸去，就是还有我们一起出去玩这样。然后就是我们还有去巴厘岛旅游。
但是说实话，就是在巴厘岛旅游对我来说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我其实虽然说我是顾名思义是去旅游，但其实我就是在车上的时候，我就是在工作，下车我就是照顾爸爸，然后还有就是扶他啊，带他上厕所啊，喂他吃东西啊什么的。然后晚上回到饭店呢，他睡觉了，那我就是继续完成我那一天还没完成的工作这样子。那但是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就是应该也都是蛮多，就是比我资深的那个前辈们，就是照顾老人家的经验。其实有时候照顾一个病人的时候，你是真的身心灵都会很容易受到影响，你会非常的低落啊，然后有时候也会有情绪啊，或是生气这样子。那有一天就是真的是在巴厘岛，有一天我真的觉得啊好生气哦，然后我就爸爸睡了，我就决定我就去海边散步这样子。然后那天刚好是满月。就是一个人就走在那种乌漆嘛黑的海边这样，然后就慢慢走，然后就想说，突然发现就是，心里慢慢的平静下来了，就是觉得其实照顾老人家就是同样的状况，你就是走在一个看不到尽头的一个黑暗之中，但是上帝就是那个月亮，他就是那个光，他就是让你在这一切就是觉得没有出口的时候，他给你盼望，给你一个继续往前走的动力，这样，然后他也照亮了你脚前的路。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令人感谢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礼拜，因为我妈妈跟我阿姨，就我妈她的妹妹，她们两个就是决定去环岛，去环爪哇岛这样子，然后就留下我跟爸爸在舅舅家住这样子。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就是语言的问题，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因为我舅舅他们平常的对话的语言就是印尼话或是客家话。我想说，好，完蛋了！我是一个彻头彻尾就是从小在长老教会长大用闽南语讲话的人。虽然说我闽南语台语也没有很厉害，但就是客家话我大概只听得懂一半。那所以呢，我就只好想办法。就是为了爸爸的每天的需求，就是爸爸要吃什么啊，爸爸要干嘛，就努力的用我这个很破烂的客家话跟他们对谈这样子。结果过了1个礼拜回来呢，就是上帝的奇妙恩典就发生了。就是我妈回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我妈就发现说，我竟然可以就是就是整个聊天的过程，我都可以用客家话跟她聊天啊，跟她分享爸爸发生的事情啊。然后我妈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因为我本来其实不太会讲客家话。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是在照顾爸爸的过程啊，说实话不是说天天都很顺利，就是常常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失落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最难熬的就是当你就是很多人说照顾老人家跟照顾小朋友一样，但其实不一样，因为你照顾小孩是你会有一个因为小朋友每天都在慢慢的进步，你会觉得开心，你会觉得有成就感。但是其实照顾老人家你是反过来，是每天你都在把你的标准慢慢降低，慢慢降低。你要面对的是不停的在失落，不停在绝望之中的一些挣扎。那你就是要想办法去调适自己的心情，这样子。所以每当我就是觉得真的是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我觉得上帝都会在一些小小的地方去提醒我，就是其实在照顾的这条路上，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去面对这样的难关，而是有上帝他的手牵着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虽然说我知道你现在面对的状况是如此的艰难，但是我会牵着你，让你们的一家都可以得到满满的平安，还有他的爱，这样子。对，然后最后呢，分享一句我很喜欢的经文，就是记载在腓立比书4章13节，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给我们力量的是天上的那一位阿爸父。谢谢大家。好，感谢神哈。今天的见证，无论是生活上小小的事情，或是在肉体上，或在亲情上，当我们需要，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你看，神从来没有遗忘我们，他一定会应许我们跟他所求的。我们感谢主，再一次把荣耀归给父神。好，那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代祷哈我们来为教会的事工来代祷。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经文，好，大家一起来读。
因此，自从我听到了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以及对信徒们有爱心，我就不断地为你们感谢上帝。我在祷告中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以弗所书1章15节到17节。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教会的事工，我们需要共同来关心带导的。我们信徒的灵命更新能够稳定，我们的祷告能够单独会主。为了我们的长子同工的服事呢，以他们的家庭能够在服事与家庭当中都能够蒙受父神的赐福。为了我们这个4月份儿童亲子礼拜以及7月我们的礼拜的这个时间的调整我们都要一起来摆上。为了我们7月2号这个主日，我们为了受洗的弟兄姐妹加添他们信心，也让他们成为教会的一员，我们彼此来关怀。我们也要同心合一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定要合一要合一。新堂的宣教中心的使用与设备的运作，我们能够让它的运作整个更让我们的顺畅，让我们整个敬拜更能够容神能够得着每一个人都有从那个敬拜的新的会堂里面敬拜呢，得到那种不一样的感受好，那我们为了教会的门信的系统的推动，我们能够落实为了教会的推动双福宣教有圣灵的大能同在这个门信以及这个双福，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无论你是老信徒或是新的，我们都能够同时来接受教育部所安排的，我们来同心接受来装备为了我们的牧区与社区连结牧养的兴趣小组如鼓舞班体适能桌球这一些等等我们能够从那边得着更多的人进到教会里边为各牧区的小组的关怀与牧养都能够倍增。好，我们同心一起为了这一节教会的事工，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谢谢赞美你，主，我们会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来表达我们对主你的这样的恩典来表达我们的衷心的这一种敬畏，因为父神你赏赐迦南教会一个新的会堂，这个会堂你要我们成为桃园地区的一个光，成为桃园地区的一个指标。今天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地，主，你要的是要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我们去宣扬主你的福音。但是父神，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不配，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领受父神你让我们在从教会所安排的这些服事的课程里面来操练我们自己的信心。有时让我们找了很多的理由，没有办法来配合教会所排定的。我们恳求父神你来怜悯我们，主，让我们真的在祷告当中，我们时常说主啊，我们念力摆上，我们恳求父神你让我们讲的跟我们心是一样的，我们摆上在主你的面前，也能够透过教会所安排的这些课程，再一次的兼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唯有相信，透过我们的门信，透过我们的信念，我们才能够得着父神你的祝福。特别我们很高兴，我们看到新加坡三一教会的翁牧师，他们千里迢迢不辞辛劳的来到迦南教会，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的来培训，来协助我们教会，为的是要来复兴主你的教会，为的是要来荣耀主你。恳求父神你让我们看见翁牧师所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教导，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来跟随父神你，主，我们能够做出合神你心意的一切。特别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合一的心，我们摆上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再高举我们自己，说我们多行，因为在主你的面前，我们算什么？因为在主你的面前，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主你所使用的器皿。
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为我们自己的偶像。是神，你才是我们所敬畏的，是我们所要追寻，是我们要敬拜的。恳求父神，你再一次在迦南教会，让我们能够有看见主你复兴的灵火在这里复兴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我们谦卑在主你的面前，恳求父神，你再一次的来复兴迦南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敞开每一个人的心门，让我们能够单单定睛在主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在主你的面前呼求，愿主你让我们的每一个事工都能够有神你的同在，愿我们的事工推动的是要荣耀父神你，不是要高举我们自己。主，谢谢你，愿我们的祷告主你来垂听，愿我们祷告主你亲自应许带领。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合一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合一就看见神的同在，合一就看见什么？看见神的神迹在我们当中。阿们吗？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求你降下同在，在你致命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致命的赞美中。一起来宣告：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来发生。我们要为他们来代祷，我们要宣告主的话语说：亲爱的朋友，我祝你事事顺利，身体健康，正如你灵性健全一样。上帝会更加丰富地赐给你们
使你们不但自己充足有余，还能够在各样慈善的事上出力。感谢主，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语。我们常常被这个环境、被这个经济说：“哎呀，有告败，有告败。”但是我们要宣告说，在我们的手所做的，能够丰富地赐给你，神要给我们。然后呢，不但自己充足有余，还能够在各样的慈善事上都能够出力。阿们吗？神要给我们多而又多，可以给，可以分享出去。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这些弟兄年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来祝福哦。那首我们最近在看诗篇哦。上个礼拜说，我们身体哦，虽然我们的肉体呢怎样，渐渐在衰残哦，但是我们灵渐渐跟神越来越亲近哦。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虽然软弱衰残，但是我们心能够坚定的依靠神。就好像我们最近在看每一篇的诗篇，诗人都有不同样的体验。我们也为这些的癌症的弟兄姐妹来祝福、来祷告哦。有一些急性的，感谢神，我今天看来说牧师我的女儿出院了哦。那今天邱文长老就带给我说，牧师他昨天带给我，今天他的妈妈要开刀哦，要割除这个肿瘤哦。然后今天接到这个讯息，就是顺利的手术现在在手术完在加护病房。所以我们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哦，让他们不断经历神迹奇事，阿们吗？你7月2号要受洗，其中一个姐妹就是本来在死亡的关卡，但是神怎么样在她自己的祷告，我看到小组为她祷告，弟兄姐妹为她祷告，所以牧师带他们的夫妇在视讯当中，在医院带他们决志那这位姐妹观音姐妹她预定，就说我说如果你要受洗，向神宣告，回到教会，不是牧师去医院受洗，去医院受洗表示什么？很严重了我就告诉他，你可以宣告，感谢神，他出院了礼拜天就来面谈夫妻都来我就对他的先生说，你有没有看见神恩待？我希望他的先生有机会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祝福他们来让这些病痛的长期这些要医疗的真的不容易，我们恳求主来施恩赐福。特别最近我在预备这个诗篇的时候，这诗人我被隔离了，因为什么？不是 COVID-19， 是那个麻风病，是他被隔离被弃绝了，所以他向神来呼求神求你安慰，求你扶持。我们恳求主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可能长期这样的一个病痛真是很辛苦照顾他们也很辛苦，求主来真的怜悯，来医治，来帮助他们特别让他们的饮食，让他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的手术都能够很顺利。特别明天我们的这美秀姐妹要脊椎开刀，我们恳求主来医治与他们同在今天庄景雄弟兄也这个射护腺的手术，我们恳求主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祝福他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医治，神的大能在他们当中。求上帝来医治讨棒医治，开口同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你说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主你用信的人有信仰技术来对应，我们奉主的名来宣告，主信的人有信仰技术对应。主他们在面临开刀，面临这些的跟生死的关头，主你医治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经历到神你是垂听祷告，你是应许祷告，你是医治他们的。主奉你名来祝福，求你医治下来，降下你的医治。
主啊我们一提他们的名的时候，主啊，你记得他们的名字，主啊，你把他的名，你知因的需要，知因怜悯因，帮助因，医治因，祝福因。主啊，我恳求你来帮助，赐下你的医治、怜悯、供应释放我们在属天的这样的医治的大能就充满在他们当中。谢谢主，谢谢主。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的，如果有需要的，神你就医治他们，释放他们在灵里面能够得着自由。主啊，让他们灵里面得着自由，也能够见证上帝你的荣耀。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同心合意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知道他们需要，知道他们可能要经过面对这些疗程的痛苦，几乎软弱无力，好像快要死掉一样。但神你怜悯他们，就好像我们刚才听到好多这些神迹奇事。神你是他们的主，你是他们幸福的源头，你是医治他们的，你是供应他们的，你是扶持他们的。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特别在加护病房的，特别今天手术完在恢复的，在明天要接受脊椎手术的，主啊，你知道他们心里可能会惧怕，主啊，赐给他们有平安的意念，赐给他们有这样从你来的医治的大能。哈利路亚！主，你知道他们的辛苦。主，我们感受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惧怕，赐下你的平安。主，我们感受到这些亲人在面对他们的父母、他们的亲人在面对手术的时候那种紧张、那种担忧。主啊，现在就帮助他们，除去他们灵里面这些的担忧。主，我们同为肢体，我们感受到他们在那种软弱当中的无奈的无助，但神你是他们的盼望，你是他们的拯救，你是他们的医治者，你是他们的避难所，你也是他们的安慰者。主，谢谢你，我们将这些弟兄姐妹灵魂体交在你手中。我们要看见神你的荣耀，看见神你奇妙的大能，看见神迹奇事跟着这些信靠你的、敬畏你的人的身上彰显神你的荣耀。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神的话语、神的赐福啊！来，手借给我来。我们神的子民要合一来聚集来敬拜他，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
神道和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再次来宣告，荣耀要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主，是神迹的主，你就在这里，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供应我们的主，你就在这里。当信的人，我们必看见神你的荣耀充满在当中。神你的奇迹就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你，将你的平安，将你的医治，将你的供应赏赐给敬畏信靠你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们再次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彼此来祝福说，你要经历神迹奇事。哈利路亚。好，请坐。